台湾国际观鸟马拉松的比赛，今年已经迈入第8档。参赛的队伍将伫个分嘉南3个县市范围内，以各自赏鸟的经验，规划24点钟的观鸟路线，以记录上侪鸟类种类来挑战上好的成绩。主办单位分嘉南滨海风景区管理处长徐正能表示，过去拢有国外朋友组队来参赛。今年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特别邀请在台的国际鸟友，分别来自9个国家，组成3支队伍来参赛。今年主要的这个比赛，我们也预计24小时，有2天，算是2天的活动。那会从早上从北门这边出发，那预计他们会在云嘉南的沿海的地区来观赏我们的水鸟。那有的会跑到像阿里山、西拉雅这边来观赏一些台湾的特有鸟。那今年的战况也非常的激烈。我想虽然疫情这么严峻那台湾能够把它守护得很好，那也获得了国际人士的赞赏。今年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就已经预估整个国际的疫情没办法比较好转，所以疫苗还没有研发出来因此我们这一次就针对国外的旅行社本来要推荐来台湾来采线跟赏鸟的这一些就先暂缓，但是我们有邀请的国内在台湾的这一些外国人士，也是有很多喜欢在台湾赏鸟的这些外国的友人还有专家来参加我们的国际的赏鸟论坛以及今天的国际观鸟马拉松。另外，今年还有亲子家庭的比赛，分别组成欢乐三宝饭、虎与伦比等8支队伍。其中来自婚林到那个陈同学，已经是第4档来比赛。他从小就很喜欢户外活动，他都自己翻书、自己找资料、自己学习。我从旁边给他push这样子。看到有鸟的地方就去看然后就到处去就是一直去尽量的在这个限定的时间内去找到理想的鸟种数是爸爸先找还是妈妈找，还是你会分享一些经验，还是爸爸经验带你们去找？大家都一起。有讨论吗？有。觉得我们赏鸟也好，爬山也好，像他赏鸟的话，就懂得分享。他到哪个地方有鸟友，没有鸟友，他都可以分享他看到的鸟，或是去问别人的鸟。我是觉得小朋友他的分享这个很好，这样。开幕式伫个分嘉南滨海风景区管理处长的主持，包括嘉义领馆处、甲市府观光旅游局的官员拢到场出席。现场并且递上每一位参赛者平安烟袋。有足参赛的队伍，伫个24点钟的赛程，拢会用个一路平安。才刷伫个北门游客中心，共同来吹响鸟笛，为台湾国际观鸟马拉松来正式起跑。台湾新闻林根采访报道。